台东县10当前，伫咧家庭废水排放量上大的太平溪有起5公顷的人工垃圾地，用自然的方式来处理这寡垃圾水。这几冬了后，有发现到真侪杜鸟会飞来遮休困，甚至有鸟仔开始踮遮定紧生炭，互当地生态愈来愈丰富。台东市太平溪的人工垃地，初被发现真侪眼亚科的杜鸟，伫垃地的水池啊耍水找食的。其中有看到花喙鸭母带一阵鸭尾仔咧耍水，鸭母还佫会停伫池仔边，保护鸭尾仔学找食的，看着真古锥。是啥袂少赏鸟的人士来翕相，因为附近是博华停车场，附近的民众讲，城市有遮尔侪水鸟是真罕咧看的。这边鸭超级多。毋若是鸭喙鸟啊，啥人捌？鸟友讲，这2天嘛有一阵色水真野的鱼白喙鸭，还佫有一阵红头尖鸭，会甲头藏落水底找食的。食的拢是要飞转去北平的杜鸟。台东县环保局表示，太平溪人工垃地是采用天然的方式，过滤为交互来的水，水质好，才会互遮的眼亚科的杜鸟会当安心伫遮休困。截流的污水以后进来我们的这个砾石区，那流经砾石区以后，由自然产生的这一些生物膜来处理我们截流的污水中的有机质，完全是采这一个自然净化的方式来处理。环保局讲，从去年年底到今，已经飞来各种会伫水底游的眼亚杜鸟，看到像比高雄威胁的鸭尾仔，还佫较古锥。毋过嘛提醒民众，若来遮赏鸟，只要欣赏就好，毋通甲因搅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